4月22號出世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，個人勤力，做嘢有標準有原則，好自信，好有魅力，好有禮貌，做事有自己嘅風格，唔中意拍馬屁，所以經常樹敵。喺感情方面，你成個 package 都好吸引人，你好正直，你好溫和，你好認真。但係當你同佢熟咗之後，親密咗之後咧，你就會變成一個女王或者國王㗎喎。結咗婚之後咧，你好顧家，但係好多時咧，你都會忙於工作，你有少少工作狂啊，冇乜時間陪家人啊。做你嘅伴侶嘅話咧，需要理解你。而性嗰方面咧，你亦都有你自己嘅喜好嘅喎。但係如果你嘅伴侶唔配合你嘅話咧，你就會冇乜興致啦。有時咧，亦都會因為工作太忙咧，而冇咗性需求呢樣嘢嘅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咧，你係一個成就大業嘅人，你好有格局，好有才華，有一啲國際嘅眼光。咁所以咧，做一啲 trading 啊、貿易啊嗰啲都好啱你嘅。錢嗰方面咧，你唔係好安於現狀，你個人有野心。咁如果你真係愛上咗揾錢嘅話咧，你係可以好有錢嘅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你一旦開始咗，就會不斷向上。你個人好有野心，好希望獲得更加多，無論係名利都好。但係記住，我哋有呢個成就，除咗我哋自己嘅努力，你身邊一直有好多人係支持緊你、陪伴緊你嘅。喺在世上邊真真正正嘅成功，除咗你有名同利之外，你同屋企人嘅關係啦，你同仔女嘅關係啦，你同親密伴侶嘅關係啦，都會係好嘅話呢，先至係真正嘅成就嚟㗎。